三首可以不用了哦。你练个前奏啊。 来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又在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一起起立来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一同来唱立我们这样第一首歌，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 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在你宝座前，众天使俯伏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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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很开心在今天星期天早晨看到大家。 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今天见到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 宝座前，众天使俯伏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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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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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拍手，将掌声荣耀献给我们的主耶稣。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主，你是做新事的神，我们每一天都要向你唱新的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在这边继续称颂你，每天都要向你唱新的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赐下。主，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感谢主，主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历新的事。主，你将要成就我们。感谢主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平信得救。主，祈求你赐圣灵帮助我们，祈求主你领领我们。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信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
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一起从头来唱。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主，你赐圣灵帮助我们，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再一次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主，祈求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让我们在服事上持续的火热，让我们在待人由心而发，让我们学习顺服主你的圣洁作为装饰。也祈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还是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大家来预备心来奉献。今天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也请大家为台南神学院来关心代祷跟奉献。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敬拜你。让我们透过敬拜赞美团，这样美妙的歌声，以及透过歌词，我们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主啊，是啊，你是做新事的神，新的事要成就。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主啊，只要我们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样美妙的诗歌，来帮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的大能。主啊，我们也将我们自己微薄的金钱献上，作为圣工的使用。我们也特别关心台南神学院这需要，求你持续看顾南神这些未来的传道人。主啊，我们看见社会的不安跟纷乱，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传道人，需要更多的同工来宣扬你的福音。求主来帮助我们看重这样的事工。谢谢你，我们也将以下时间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周报。再报几个重要的教会消息。好，第一点，今天是南神的奉献主日。那感谢民权教会，待会徐牧师为我们带来新的信息。那义杰牧师今天也前往民权教会，为了这个募款。那愿上帝借我们的关心奉献，培育更多的传道人，让福音能够持续正确的被宣扬。第三点，请各团契的会长最迟在这个主日今天把下一季的聚会内容或服事安排交给英英姐会诊，以利编印事工计划。第四点，下一个主日礼拜我们会颁发教学奖学金，请各位学生来注意。第五点，4月7号我们循例举行那个清明联合追思礼拜，那一样我们会采登记制。那登记的时候，请注明礼拜的场次是华语礼拜还是台语礼拜。那并将照片故人的照片交给英英姐。那一个故人是以2张为限。好，那最迟要在下个礼拜的主日来做登记，请大家注意。交接消息，3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台北中会举行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地点在大道城教会请有空的兄弟姐妹可以共同来参与。奉献的明细请大家自己来看，如果错误请向干事来订正。好，接着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我今天很幸运就只有1节而已。那个 PowerPoint 慢慢帮我 po 下一页。3楼的同工有吗？没有，因为是不是只有1节，所以就不做了。好，那我们就看我们的周报。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11节，然后请我们一起来读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我们再读一遍很短我们再读一遍。来，罗马书12章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事主。好，圣经读到这里。那今天讲到许瑞珍牧师要用火热来跟大家勉励，时间交给许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觉很遥远，对不对？我要跟他们拉近一点距离，这样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过大斋节期，对不对？不知道，对。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首诗歌就是唱哈利路亚这样。大斋节期有一些很 tricky 的东西，他们就会把哈利路亚埋葬起来，一直到复活节的时候才会使用这样。对，所以我前几个礼拜去别的教会讲到，他们的献诗呢刚好也是用哈利路亚当主调，所以呢我就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讲大斋节期，因为他们教会也没有在过。但不是一定要过，但是如果你是在过的人，就是他们会习惯把就是在这6周40几天的时间里面，把哈利路亚埋葬起来，就是藏起来。好，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无法去理解的事情。好，刚开始，因为呢，他们把大斋节期怎么算，你们知道吗？大斋节期怎么算？你们知道吗？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什么大斋节期，对不对？好，那就不用算了。因为呢，大斋节期他们的算法就是从撒灰日开始，然后40天大斋节期。因为耶稣受试探40天，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来40天的时间呢大斋，所以你就是要低调反省，来纪念主，准备好心，然后迎接主的复活。这是大斋节期最主要的意思。所以呢，那你们可能比较知道待降节吧？为什么会有待降节？因为圣诞节很重要，所以你要好好的等待它。好，那待降节有几个礼拜？待降节就有4个礼拜。好，为什么？因为太久了。本来是要跟复活节一样40天，后来他们就给它缩成4个礼拜。这样，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基督教的节期里面呢，复活节我不知道你们的认同如何。复活节其实更重要于那个圣诞节的意义。老实讲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是有宣称教主复活的，就我们的耶稣说他复活了这样，而且他也真的是复活了这样。好啊，这是随便讲讲了，不是随便讲，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过，所以就没有关系。好，那像我就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我跟大家讲，我在今年有跟他们介绍那个撒灰节，好，我们在那个额头上抹十字架，抹那个灰，好，抹十字架。我跟他们讲，我怎么把这个灰弄到的，好，它是就是基本上应该是用去年的棕树主日，下礼拜就是棕树主日的棕树枝烧成灰，混成橄榄油。好，我去学校分享的时候，那个有学生跟我讲说，老师你还要牧师你还要再多那个加乳液，比较好粘着在那个皮肤上这样。然后我就讲了，这个还挺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第一次跟会众讲，就在礼拜当中讲，然后我自己示范了，我自己抹，因为我大概没有人敢抹黑黑的在额头上。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们可以会后，如果你有兴趣了来体验一下，我可以帮你做一下这样。然后呢，就有个姐妹她就过来了，她就说：“牧师，我不想抹这里，我可以抹在这里吗？”这样哇，很大的挑战啊！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们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我就说好。然后华语堂的时候呢，我就说不是他是抹这里。然后有人说要画十字架在这里啊，我就想说 OK 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那个圣撒灰节的那个灰，其实是我当然去找了那个棕树枝是棕榈科的树哈，刚好我走路的路边有那个棕榈树，然后我那天经过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枯掉树，我就拿回来，然后烧成灰。那烧成灰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那个盆子里面有火在烧，我觉得我不知道怎样，我就觉得很感动。那用橄榄油对不对？不好意思，刚好我们家的橄榄油没有了，所以怎么办？我就用苦茶油，好，是这样了，好，所以这个牵涉到我们的圣餐，我们的圣餐呢，你们圣餐用什么饼？你们用吐司面包对不对？对，好啊。如果说你要遵照那个传统死守那个诫命的话，它就是不能够吃发酵的吐司面包，这是不合格的。但是呢，其实
在加尔文教派，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是重视那个重视什么？象征的意义。所以那个圣餐它就是一个象征，它不像天主教，就是守圣餐的时候，那就是圣体，就是耶稣的灵在，所以他们是非常珍重宝贵那个圣礼的东西的这样啊。所以我就说好啊，那如果不抹额头，那就抹手上，我觉得那个意义大于实质，所以我就说 OK。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好啊，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在过大斋节期的话，你就不用有这个忌讳啊。我先讲一个笑话，因为呢我已经跟教会的人讲了，所以我必须要遵守，对不对？好，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讲了之后呢，我们下礼拜的圣歌队刚好有唱哈利路亚的歌词，他们就立刻改。然后呢，上礼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好，就是圣诗303首，主我要服侍你，最后一句居然是哈利路亚哦，我就说啊，非常抱歉，因为我不知道这么低调的歌居然可以那个，也会藏了一个哈利路亚这样哦。那为什么要把它藏掉？为什么要藏起来？其实呢，大斋节期的算法是扣掉主日的，主日是不算在大斋节期里面的，因为主日就是一个主复活的日子，是小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这边呢，就是经历主的复活，是小复活节。好，那既然是复活，其实唱哈利路亚是，我觉得是无妨的啦。只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他们会有埋藏的习惯。好，那当然还有很多习惯，你要不要做而已啦。好，要不要做而已。譬如说，有些教会他们在插花的时候，在这大斋节期里面的花是不能有花的，只能用叶子表现。这样，那以前我在念神学之前，有在树林服侍，树林教会他们就是要求做这样。然后那个插花的姐妹呢，她没有办法插花里面没有花，哦，子爱在那边很高兴，好，插花没有花，所以呢，她就说徐老师可以拜托你帮我插吗？因为我以前是开花店的，我就说好，我才真正认知到原来叶材比花还要漂亮，我很喜欢叶材，我很喜欢叶子这样哦。然后呢，我们的教会很长，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们拉近关系哈，因为我们教会的那个敬拜团哈，不像我们这样哈。比较多的乐器配置，我们那个贝斯后来没了，这样我们会只剩下 keyboard 这样哈。我们也没有 keyboard， 我们是用钢琴嘛哈。对，是比较丰富的啊，比较丰富的。然后呢，我发现我们今天唱的歌超级快的，我发现可能我年纪大的那个心跳的节奏可能跟不上这样，好像要赶快跟上这样然后好了，跟你们博一下感情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体验，然后我是非常的喜欢去。体验那个不同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好啊。我讲个很好笑的、很有趣的体验。我是牧师，对不对？对，你们知道牧师会上健身房吗？很难想象，对不对？对，我就是那个上健身房的牧师，因为我们教会楼下就是健身房，地下1楼，所以呢，我很方便。我的身材像健身房的人吗？一点都不像，对不对？对，因为我变胖了。好，但是呢，当我进到健身房的时候，我就要适应健身房的氛围，就是要装的不是，就是你无法跟人家打招呼，你知道吗？因为你打招呼会感觉会影响到别人，这样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那我讲个笑话好了，有一天呢，我们就是谨守分际嘛，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我就尽那样做这样。所以呢，我在外面呢，跟在那个健身房里面呢，那个表现是很不一样的。好，一直不断的看他们会是做什么事情，然后想什么，然后怎么样交通这样，我就很有兴趣这样。那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是牧师，好，他们不知道牧师是很热情的这样。那有一天真的是好死不死，我从那个牧师馆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教练走过来，我就大声的跟他说：“嗨，教练好。”然后就把他吓死了。因为呢，我们在健身房四目交接无数次了，不曾 say 过 hello。好，只是刚好我在外面了，然后就想，我就习惯跟人家打招呼，你知道吗？那就大声的说嗨，害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第一次就不知道怎么回应，然后第二次呢，他看到我，
我应该要说害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呢？他就避开我的眼神。后来呢，就在健身房里面呢，我就看着他，然后，我跟他说教练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好这样，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啦，反正我是陌生人，但是我知道他是教练，他有在上课嘛哈，然后呢，他有在上课，然后就怎么样？反正他就只好打招呼这样了哈，后来就有打招呼了哈，好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哈，我去上健身房是因为为了要健康的关系，然后我就是减肥之后发现要健康哈，我现在有点胖了啦哈，因为我从105公斤开始减到65公斤，然后呢，在疫情的期间最瘦的情况是65，但是呢后来大概都在70左右，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又胖回80公斤，我很生气，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很自救这样，然后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哈。好，然后呢，在研究怎么样健康减肥之后呢，觉得应该去上健身房，然后去上了。那你要跟教练就会问你的一些细节，对不对？那你就只好承认说我是牧师，对，我觉得很尴尬的一个身份。所以你们可以接受牧师去上健身房吗？本来就应该的，对不对？可是呢，神学院的院长居然说，那个老师怎么可以去上健身房？哈，我觉得那个很好笑的一个概念，然后上健身房就是让自己身体健康，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哈，我觉得是很棒的事。好，所以呢，我发现当我跟他讲我是牧师之后啊，哈。那个教练，我第一个接触的教练，我们都在学习。我第一个接触的教练呢，很好笑，因为呢，我已经观察了所有的教练。你们有在上健身房、有在上教练课的，请举手。好，请问你聊天的时间占多久？变少。我那个教练不跟我聊天。我看到每个教练都跟他的学员聊天聊很久，打屁打很久，然后我想说，这个教练怎么都不跟我讲话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那我跟他聊天嘛，我主动哦，是我在花钱，然后我主动要聊天哦，他立刻打断，他就不理我这样。好，那从此之后就是很认真上课，那我也很认真上课，他也很认真教学了哈。通常1个小时会学3个动作也很了不起了，我都会学到4个动作，真的好。但是呢，后来换了健身房就很多动作就忘记了啦，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台南神学院的关系这样，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我们的程序哈，我觉得很有趣啦哈，因为我们是4年前才开始有华语礼拜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华语礼拜的？超久，对不对？好那在理清那个华语礼拜的程序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哈。那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对不对？先奉献了，然后报告，对不对？请问你知道为什么要先奉献，然后再报告吗？然后为什么要有一个念那个新的诫命的程序？我做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不需要读新的诫命，不需要信仰告白。可是我们教会现在还有，我们教会还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华语跟台语的合堂礼拜，为了让华语的听众能够习惯台语的那个聚会模式，所以有这样。好，那所以这个我们操作了4年之后，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们有合堂礼拜吗？有。好，那你们的主要语言应该是什么？你们觉得？对，我们是每个月1次。你觉得语言应该用台语还是用华语？所以你们是用华语吗？我们用台语这个让我非常的反思很大。我觉得那，对，到底谁要那个谁要配合谁这样？我觉得没有配合的问题。
所以我的讲道就是是以台语为主体，就是整个程序就是台语为主体，可是我的讲道会掺杂很多的华语，这样就是变动的方式。我不知道以后会变成怎么样这样，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自己做礼拜的时候，楼下在爱餐，那你们的爱餐什么时候办？你们的爱餐什么时候吃？结束之后还有就是也2场这样哈，很好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哈。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方式，就是大概就没有爱餐这样哈。好，然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我如何说服他们说先奉献，然后就是把奉献放在前面，因为台语礼拜是奉献很后面啊，对不对？为什么放在前面？为什么？我找到一个理由。就是带礼物来献给主，奉献就是一个礼物献给主，所以，我这样跟他们说之后，他们就很乐意接受。好，然后为什么报告放在前面？其实报告不是只有报告事项而已，报告是什么？报告就是一个沟通，信徒的相通。虽然我的那个礼拜的哲学还是先跟上帝有交汇之后，才做信徒的沟通嘛，对不对？信徒的相通嘛，包括代祷啊，彼此分享啊，肢体分享，这个才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是敬拜赞美，是带领大家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知道这是敬拜赞美最重要的意义。这样好，所以如果你在敬拜赞美上面说我今天有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怎样哈，那就非常的没有必要，因为那个是敬拜主领者，他就是非常绝对的要把会众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样好。那所以。我们教会是这样。后来我说可以先报告没有关系，好，因为其实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结果呢，有长老就说不习惯，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留在讲道完才报告，这样跟我们情况不一样。好，那回应师的部分呢，也是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等一下的用我们的方式这样。我们教会没有用我们的方式，我们教会还是唱一首回应诗这样。好啊，真的很高兴，好，今天能够来这边哈。你们有看过我吗？没有，对不对？好，那就不重要。我是知梅牧师的同学，这样啊。今天为什么来？因为义杰牧师想要回去他的母会请安，这样。他当牧师之后没有再回去过了，他想说利用这机会回去，所以呢，他去了，所以我就来这样啊。不过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参与在礼拜当中，因为我觉得一起敬拜神，不管你是哪个教会，其实都很棒。我们早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超多牧师来到这个教会，然后有很好的团契啊，很好的交流。那早上还有一个男生四重唱在表演这样，那我觉得是很棒的，我觉得是很棒的这样，那有感觉我跟你们比较拉近了吗？有那所以我接下来要关心的事情是，我们的华语礼拜是几点到几点？为什么减少半个小时？程序比较少吗？我觉得不尽然嘞，那个对讲道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嘞。好，所以我要简单讲我来的目的就是这样啦。然后台南神学院呢，就是神学院恒常都需要我们关心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关心它，因为神学院就是栽培传道者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敬拜神，我觉得真是超级赞的，因为我还没有习惯我们的华语拜人呢，没有这么多，大概20几个人这样我们有几个人，就是像一个小教会一样了，超赞的，对不对？超赞的。然后好啦，所以呢，就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神学院的关心，因为你们的义杰牧师、你们知梅牧师啊，以及站在你面前的牧师啊，我们不是念男神我们是念台神，但是我觉得都一样，它都是属于长老教会的。都是属于长老教会的一个体系下的神学院，这样我觉得在那边是有很好的造就，这边得到很好的造就，这样然后好，那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希望说我们就是能够多关心能够多关心他们因为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思考思想会有很多的擦撞啊擦出很多的火花是很棒的。我这个体会是因为这个学期，像知美牧师跟义杰牧师他们去礼拜三去台神带灵系小组，已经几年的时间，可是我是去年开始去带的这样。我发现那些神学生的那个想法是非常的
非常的思维模式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即使是身为牧师的我，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能够从他们当中得到很大的学习，很大的学习，好，所以呢，我知道我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PPT 啦，我必须要看一下，因为我没有带道具来，所以可以给我。有啦上一个我要考你们，那个是什么水果？对，这是什么水果？好好笑，谁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问你，为什么它叫百香果？你们知道吗？因为它很香，还有呢？啊？很有热情，太好了！你们觉得我有热情吗？超有热情，对不对？好，对呀，很好笑。我早上有讲我热情到什么？我热情到什么程度？我很好笑，热情到要洗冷水澡。我现在都洗冷水澡。我感冒对不对？我小感冒1个礼拜了，然后大家就笑说啊，是你那个洗冷水澡的关系。没有，我洗冷水澡已经2个月以上了，绝对不是因为洗冷水澡，然后感冒的。好。我上健身房之后我就在楼下，所以就洗澡嘛就洗澡，就是热水洗完了，都冲干净了，然后再冲1次冷水。然后冲冷水很可怕，你们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从脚冲，因为脚是最不敏感的东西。你身体我们都是皮肤，可是皮肤敏感度不一样。有时候是哪里最敏感这样我从来不敢从胸部，因为心那个很敏感，而且最温暖的地方，然后就从脚，可是后来就不是了，从最热的水，我直接转成最冷的冷水，手拿着莲蓬头，就是在头上冲，就是从头上冲下去，这样。我刚开始都是把头冲冷了，然后冲其他身体，可是那冷水会滴下来，对不对？对啦会滴下来，就会全身就冷掉，所以你就会开始冲到后来呢，就是把墙壁都冲一冲，然后再把身体再冲干净，这样。冲完之后的身体是非常热的，很特别。那冲冷水澡呢，是让自己活在一个不适应的环境当中，就像你学语言一样。当你把你丢到一个你不会说语言的那个国家，然后你要说当地语言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对不对？跟压力源，对不对？冲冷水澡也是一样。我冲冷水澡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为了让我的粒线体能够保持活力，就是这样。你不知道粒线体在哪里，对不对？粒线体或线粒体在哪里，对不对？在细胞的里面，它是细胞的发电厂，它就是一个电池。那要让它保持活力，你的细胞比较不会奇怪，然后比较不会那么快老化，这样。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也搞不清楚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但是我只知道，还不错，然后试试看之后还蛮享受在当中的，然后就继续冲，还蛮好玩的啦，就是2天后是寒流，对不对？对那还是可以冲一下，这样很好玩很好玩所以这个就是感觉有兴趣的时候，就还挺有热情的这样。我觉得我们对某一些事情有兴趣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热情，好，所以因为那个有人讲了热情，所以我就讲热情啦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有热情？所以叫百香果。嗨，帅哥美女，刚你的回答，他的英文叫 patient， 答对了patient 叫做热情，对不对？那 patient 其实还有个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哪一个 ？patient 除了热情之外那是 patient，be patient， 请有耐心。patient 还有个意思就是受难。受难，所以呢，百香果为什么叫百香果？因为它就是 passion fruits。passion fruits， 我是东吴日文研究所毕业的，我是学日文。所以是 passion fruits， 百香果 passion fruit 的日文叫做 passion fruits，passion， 你念几次就变百香了，就是百香果的来源。原来如此，
所以啊，我问你，百香果的台语怎么讲？你一定讲不出来，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讲它的名字，它就叫百香果。虽然百香果现在有很多的品种，你们知道怎么样买好吃的百香果吗？不知道，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要重的啦，里面的汁水才会多啦。这样啊，贵一点的就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啦。这样哈，确实是这样哈。哎，我吃过很多好吃的百香果，好是这样哈。好，就是因为它就是从 passion fruits 来的，是叫百香果，所以我们想说是热情果，但是其实不是，它是受难果。你们知道吗？它其实是受难果。所以呢，我接着要跟你讲那个受难果的日子啦，的故事啊，哈，就是一个南非宣教士哈，他去南非宣教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这个花，因为还没看到果就看到花。你们看过百香果的花吗？西番莲花非常的美，就长这样，就长这样。就长这样哦，这是俯视看的。然后呢，他就想到这个花呢，感觉是耶稣的受难，他不会觉得它像个是时钟。他原来最有名的是时钟，你们知道吗？你们觉得它像时钟吗？日本人讲伊是时钟，日本人说它是时钟。日本的时钟日文怎么说？toke，好 toke，他们叫 toke 应该汉字是土龟。知道什么叫龟吗？日龟听过吗？太阳的那个哈，你们都不知道哈。好，叫 toke， 可是呢，它就变成实际，用实际这个计时的计时把它翻过来变实际，用实际来说明这个时钟这样。好，所以他们的时钟，不管是表哈，这是无类都可以，表或者是钟就是 toke， 然后就是翻成实际。然后就叫实际，所以我们一般人就叫它是洗计购，听过吗？它叫做洗计购，唔捌听过吼？米乳粿有听过无？鸡卵粿听过无？都没听过，那个就是百香果的台语，这就是百香果的台语。鸡卵粿哈，不是鸡卵粿哦。对，好，这个传教士他有宣教热情，他想到的是耶稣的受难，所以这个 passion flower 呢是他取的，只是呢我们把 passion 呢没有想到是受难，而想到的是没有想到是热情这样。好，那所以啊这个宣教士很厉害，他就影响了这个果实这样啊，他就认为说那个花呢不像时钟，而是像一个主的受难的情况。它的子房柱呢就是上面那个。立起来的地方呢是一个十字架，然后那个柱头有3个柱头是钉子，然后呢它的副冠就是那个时钟的那个时钟，它就是荆棘冠冕，然后它的花萼呢或花瓣呢就是门徒，那它卷须呢就是它是会卷须的龙须菜的那个须跟它一样，它就像鞭打的鞭子然后荆棘冠冕呢就是它的副冠，他是这样看的，请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解读？为什么？因为他心心念念就是在要宣教啊，对不对？他知道宣教的中心就是宣扬耶稣嘛，那耶稣就是受难的一个代表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花叫做受难花，就把这个花叫受难。好，那我们下一页，这个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对不对？好，就是耶稣受难记。我不知道这是那个哪一国的翻译这应该是香港的翻译耶稣受难记。我们看过吗？这部影片看过吗？2013年出的。好，要去看一下。好，上网搜寻一下。看的片段你就觉得非常的惊心动魄，非常写实血淋淋很令你惊吓这样子。你就知道说啊，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能够信福音不是这样子，就坐在这边吹冷气房就得到的，不是是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你所做的。这样，我好像在这边讲过，你知道钉十字架多痛苦吗？你们知道钉十字架的滋味如何？都不知道，对不对？好，它最重要的是那个呼吸。他被钉的时候，他为了喘气，所以他必须要把身子拉上来才能吸一口气。可是当他把身子拉上来的时候，就会很痛，因为他的钉子钉在这里，脚也钉了，非常的痛。
我那个很难拉，很难拉，拉得很生气，对，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好，就是那些外邦人，然后那些罪犯啊、政治犯啊，哈，重犯才会把他钉十字架的，可是耶稣就这样被钉十字架，这样，好，耶稣就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所以，耶稣这样子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说他是完成天父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嘛，可是他得这样做啊，他这是一个苦悲嘛，所以他求，即使要面临这个被定的情况下，他还是求上帝把这个苦悲挪走嘛，因为他知道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好，可是啊，他就是因为爱我们，他就是因为爱我们，这个爱成为他的一个热情，好，爱到这个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甘愿，好，然后呢，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对，没有错，我就只能这样走了，我就只能继续这样走下去了。好，这个就是他的爱。然后第二个讲那个，所以这是耶稣的热情啦。我们的翻译是最好，我们翻译的是，我看我们翻的是什么？受难记最后的激情。我们应该是这样，然后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好，又把受难，跟激情呢都翻译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翻译是最好的。好，因为我很在意翻译，是因为我很喜欢做翻译这样，所以念了毕业之后其实就是做翻译哈，但是没钱通谈，所以后来就跑去当花店老板这样，然后当然也翻了10几本的书啦，哈，所以上网 Google 打许瑞正还会出现一些书出来，我就觉得还挺好笑的哈。然后更好笑的是我觉得最没有录用的、最没有实际帮助的一本书，居然是就是 Google 就是一定会出现的书，我觉得很奇怪这样哈。对，好，这个题外话，我觉得是蛮好笑的哈。但是这个翻译真的是很棒哈。那接着我要举的，刚刚讲了耶稣，接着我要讲的是保罗。好，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很简单，对不对？今天为什么选的很简单？因为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呢，被抱怨那个经文选太长了，所以呢，我就选一节最短的来讲，这样啊，没有被抱怨啦，就是很有趣啦哈。好哈，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啊哈，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他本来是犹太教徒，对不对？所以呢，基督教徒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邪教，所以他就是很主动要去把他们抓进去关，把基督徒抓进去关。可是呢，他在最后一次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去大马色嘛，哈。大马色为什么会有教会？因为呢，他们就是圣灵降临之后，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的一些人回到大马色之后建立了教会，所以圣灵降临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呢是5月，刚好是交换讲台，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做任何圣灵降临节的事情，好，我觉得很可惜。好，他就是这样热心在逼迫基督徒，可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他就亲身遇见了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同小可的经历。好，当然你摔下马哈，我说摔下马，结果会友跟我抗议，他说你牧师，你确定保罗去大马色是骑马吗？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走路去的？你赞成他骑马去的，请举手。赞成他走路去的，请举手。他不啊，有人说他走路去，对不对？对，很难看得出来他到底是走路去或是骑马去。可是所有的圣经名画这一段的，通通是摔下马。所以我不知道他是骑马去还是走路去。因为从那个经文里面扑倒在地啊，他是摔下马扑倒在地，还是走路的时候光照，然后就这样扑倒在地，很难讲，对不对？可是呢，重点是他遇见了主，主还对他讲话，他让他眼瞎了之后，还交代他怎么去做，让他眼睛又恢复。所以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是太深刻了。他也知道说，那是真实的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是假的，好，他是逼迫不得的，侮慢不得的，所以他就怎样？变成一个热心宣扬主耶稣的，
热心宣扬基督教的一个宣教者，他成为一个很棒的宣教师。好，他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代价，就是要把福音传开。这在新约圣经里面应该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例子，是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还有因为耶稣生命被改变的保罗，他是这样的在实践他的信仰，因为呢他真心经历到了主这样。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那么样热情的，对不对？好，你觉得自己很热情的请举手，对信仰很热情的请举手，觉得自己不冷不热的请举手，觉得自己很冷淡的请举手。好哈，那不冷不热的哈，就是我等一下讲的什么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他们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哈。那老底嘉教会是在启示录记载的教会啦哈。那实际上有这个教会的存在，它最大的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哪一个点？就是耶稣写信给这个7个教会呢，都有褒有贬，唯独对老底嘉教会只有贬义，只有责骂，没有任何的嘉奖或鼓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说，我知道你所做的，我知道你不冷不热，我倒愿意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像温水一样，既不冷也不热，我要从你口中把你吐出去。他们耶稣看到他们就是不冷不热，就是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说要把它吐出去，表示耶稣很难受啊，他就是要把他们都吐出去啊。为什么耶稣会认为他们不冷不热不好？因为他们怎么样描述自己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定义自己跟描述自己啊。他说我富裕，我富足宽裕，毫无缺乏。我很有钱啊。我生活很丰盛富足啊，没有欠缺啊，我很满足而且满意啊，那我还要干嘛？我要干嘛？我只要好好享受就好了，不是吗？这样，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因为，我在讲台上面对我的会友讲到啊，我都说你们要看重属天的福气啊，不要只看重在今生的价值啊，那都会过去这样。然后我知道我们不是楼下，我知道我们的会众当中有长老是超有钱的，他一定是不阿们的嘛，对不对？后来我就改变一个说法，说对，你们要努力的去赚钱，然后努力的去花钱，把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这样，那他就开始阿们了，这样，虽然他也做不到。好，真的是这样，我们要努力的赚钱，可是也要努力的花钱。有些人赚了一辈子的钱，他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我觉得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了解到你的未来要怎么过了，然后你的未来要怎么过了，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这样过了？这是我目前在努力的目标。我不要等我退休之后才决定要做什么事。虽然我已经决定我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环岛，但是呢，我觉得你就开始吧。你的生命不要分成退休前跟退休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现在才领悟，人的一生很短，你要怎么这样短的人生活得精彩丰富，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知道吗？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的看法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只看重今生的，但是耶稣其实要提醒他们来生的。如果用从来生的这个属天的价值来看你自己，看你们自己目前的状况，你就算有钱，可是你也不知道怎么用钱，或是你过得没有意义的时候啊，你就像活得死人一样，就是行尸走肉而已，没有什么好多说的。所以啊，我们不要像老底嘉教会一样不冷不热。主期待我们对他有热情。所以保罗他这样讲说，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确实我们要热心侍奉主。你是不是有热情？你所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绝对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洗碗，你们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把碗洗得很干净吗？买洗碗机。所以呢，买洗碗机要用软水还是硬水？买洗碗机要用软水，因为硬水不会伤害碗盘，但是会伤害机器。
这样。好，那像我这么没有钱的人，买不起洗碗机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洗碗，对不对？不对，因为都是我太太在洗碗。然后呢，但是我洗碗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我怎么样。没有啦，我都自己煮自己吃啦。我都自己煮自己要自己洗碗呐，所以我很研究怎么样把碗洗干净。你们知道最好的洗碗方式是什么吗？对，热水是最棒的哈，但是我都没有用热水哈，要用热水比较好啦。我 care 的是什么呢？我 care 的是，当我们把碗抹了那个洗洁剂之后啊，你们会把全部的洗洁剂弄掉之后再开始洗吗？还是一个碗？我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你们都没洗碗。你们是把它泡在一起，然后手洗好，然后一起冲吗？我不是我觉得那个还沾着那个洗洁剂的，就是一个一个冲，其他都放旁边，一个一个冲，就是你还留着残余的洗洁剂，对不对？用热水把它冲掉，然后放一边，然后再把另外一个碗拿出来洗一洗。我不会把它泡在整个锅子里面泡掉了，因为你泡掉就是油都全部都污染了，对不对？然后呢，你污染的那个你的洗洁剂也已经被这个在这边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洗好它。我这样有道理吗？你们觉得我的碗洗得干净吗？好，蛮干净的，这样齁。对，我就一个一个洗这样，然后因为以前都是一大锅洗，后来发现好像不行，这样齁。对，一个一个洗很棒，好齁。那所以我们对。像我就要洗碗，我就想说，那我就对洗碗有热情，之后就会去想说，怎么洗比较干净，这样我就觉得很棒，那个热情是很重要的啦，然后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服事的动机，好，因为今天的经文讲到要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嘛，对不对？那个主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有热情，我知道我们都很有热情，都比我还有热情，因为我们唱歌的速度都很快，我都快跟不上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后来跟得上了。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那个动机，我觉得那个动机是很重要，因为我当牧师之后，我会非常自省，然后会看会友，好，他们为什么来服侍，然后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的动机是不单纯的，就是我们要服侍主，他的不是只在 focus 在主，而是 focus 在自己，你们知道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居然说：“牧师，如果我们停掉敬拜团，我就离开教会。”她这样讲，我就知道她的属灵状态是如何了。她把音乐看得比主重要，对不对？停掉就停掉，有什么好那个的吗？总是会再恢复吧。好，何必在意？然后用这样的话说：“牧师，你不能停，不然的话我就走人。”这样，她可能背后是这样讲了哈。其实我们只是刚好发生了一点状况，也没有说要停啊，只是在讨论而已啦哈。就是，所以我那个动机真的很重要哈。我要跟大家讲，那个不好的动机，有些人是想要在服事当中得到自己的利益，是讲太白了，讲到得了，有什么利益好得的？你觉得服事神有什么利益好得的？有啊，人家的赞美啊，很棒，对不对？还有呢，自己证明自己很有才能啊，也很棒啊，对不对？还有呢，你可以得到成就感啊，也很好，对不对？就算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我也可以刷存在感。对某些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今天从早讲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服侍的是主，而不是自己。但是我们往往服侍了自己的肚腹，我们往往满足了自己，却没有满足到主耶稣。这是我要讲的，因为我们接受的主耶稣，他除了是我们的救主之外，也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 Savior 没有错，领受这个福音很好嘛，对不对？可是呢，他也是我们的 Lord， 我们是他的 servant， 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工人，我们要服侍他，我们不能高过他。这样所以呢，结论就是我们要火热的心来服侍主。我们不能够再像老底嘉教会那样子，躺在自己的按摩浴缸里面，在那边享受，就不知不觉的流失了他的生命。我们呢要像耶稣一样，用热情来爱我们。我们要像保罗一样，
好，用热情，愿意舍弃自生命来服侍主。我们既然是主选召的子民，好，我们就应该用火热心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好，所以结论就是，愿我们的服事充满 patience 热情，像百香果一样。看到百香果嘛，对不对？谢谢 PP 同工帮我放到这一页。百香果很好吃，香气十足，滋味丰富。盼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心也是这样，能够得到主的悦纳，能够得到主的悦纳与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为我们牺牲性命。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要越来越爱你，也乐意成为你的奴仆，为你做工，用火热的心、殷勤来服侍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新的事将要成就》，一起拍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囊，每天要赐下。主，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囊，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现在唱最后一首歌。大家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我们一起来嘿！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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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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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可以去楼下享用爱餐，互相交谊喜安。